賣命，事關佢雙腳有力勁，你咪見佢有傻有呆自稱，佢隻腳一踢出最心經，更有一招反手都冇得剩，找親呢就會將性命領，絕招身怪又奇又精，李小龍呢三腳都滿天經，電影經演出以聲名，人皆知你三腳絕勁，場場肉搏連環步法精，哎呀拳拳肉道打得認真醒，實在最刺激緊張搏命，拳頭大戰啲惡嘢冇停病，嘿踢到個個一撲一碌睇到心經，就是大命若俾腳一踢親會攞命。到泰國去賣命，事關佢雙腳有力勁，你咪見佢又傻又呆自稱，即佢隻腳一踢出最心經，更有一招反手都冇得剩，找親呢就會將性命領，絕招身怪又奇又精，李小龍呢三腳都滿天經，電影經演出以聲名，人皆知你三腳絕勁，場場肉搏連環步法精，哎呀拳拳肉道打得認真醒，實在最刺激緊張搏命，拳頭大戰啲惡嘢冇停病，嘿踢到個個一撲一碌睇到心經，就是大命若俾腳一踢親會攞命。